第三、第四嘅話咧，咁就可能要。喺度參加過國家啦，即係馬來西亞啦、日本啊、印尼啊等等國家，係通常你爭自己嘅時間，時間。做唔多，再做咯。有揾頭啱嘅接觸咁今日啲人都喂唔錯喎，呢個食堂好啊，快脆咯，有好用咁樣咁然後之後佢而家講24點。一宗奪命意外同埋兩母女重建關係嘅計劃。幾耐人？大概5個左右啦。到七八啲人，先至揾到一嚿咁好天然菜食翻嚟喎。一定會覺得好好味嘅啫。兩晚就揾到個同天菜飯啦。而家打學到喺度揾好似嗰啲人，有人就係地啲啦，就揾係有啦。最多係有咩有啲同人佢時話就出啲朋友嚟睇佢，你話乖乖嘅嘢，而家咁我哋佢哋都睇緊佢哋嘅故事出嚟。因為嗰啲出就都冇嘅喎，咁一啲佢哋係個個怪咯。我哋咁講嗰個石頭可能係揾你嘅。有啲同學咧，佢就揾到呢嚿石㗎，話係跟住佢做啦。真係諗嘅，呢嚿石頭可能佢哋攞見到嘅流星啊。我想做一個好值錢嘅嘢，可以賺到個好高嘅價錢㗎。我就可以睇到錢㗎。我完全可以即時幾萬萬張㗎，幾萬萬張。我知道我而家有錢人啦。呢啲事係發生喺有嘅，我諗住就可以我諗就應該大約都係起碼要攞到比賽嘅第3、第4名，咁先有機會。你覺得有幾多平嘅？我試過就你哋買晒啲貴嘢啊，澳洲3都有到啦。係啦，賺唔賺機會可以喺個資格。我見個水平嘅人嚟，咁但係有個難題要解決嘅就係喺個項目上，今次打嘅嗰個資格係比較另外嘅一個難題，咁就所以喺嗰方面係需要喺個機會嘅影響到嘅呢個因為業餘比賽同埋職業嘅比賽唔同咧，就係前一日過磅同埋即日過磅啦。咁又即係呢個運動嘢咧，就係要即日過磅嘅。今日朝頭早6點鐘，跟住我就搞咗3個鐘頭嘅就職業嗰個比賽就知道上個公斤嘅話咧，我第一日可能就已經18、19公斤。
嘅個比賽，但係如果係拗嘅就要即係3個鐘頭咁就可能嗰個後段嗰個情況冇咁好。係啊，冇錯。我哋平時都做咗啲咩嘅，即係睇嗰啲嘢，出真咁睇到嘅，可以同我比較更好嘅。5個%到，keep 住63幾斤。我就覺得你哋呢行嘅難題就係咧，至少話你可能食嘢，就或者叫自己，我覺得都可能相對容易啲。自信嗰個係有助你自己啫。太過量啊，因為你又要 keep 住個體重唔會過低㗎啦。其實呢個對於你哋即係就快嘅運動嘅人士嚟講，其實都好實際幾係啊，依家呢個情況咧就其實因為係本身之前咧我就已經70公斤，係咁啊即係話因為嘅時間咧都已經減咗6-7公斤，更加就相對之後就要做地方。最後講到話係嗰個啦，咁之後就可以達到呢個60公斤嘅呢個標準啦。咁然之後通常嗰3個鐘頭。係做啲乜嘢咧？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內，令到個身體最好地好去參加到比賽咧？因為你話即時當然水分要補充啦，咁但係食得太多嘢，我覺得太多嘢都可能會影響到個表現或者個發揮㗎嘛。係點樣處理啊？我覺得咧，其實都是佢維他嘅產生，我都有嚟做一開始就好急嘅入口少雲咁我就會飲甚至係電鮮濃湯介紹，但係飲補抗力加少少鹽同埋加少少椰青水咁樣，都做聲入邊就覺得一日同埋藍比例子供好嘅話咧，就減少咗狀況。咁同埋啲脫水咧就咁樣之後咧，我就開始食啲固體類嘅食物啦。咁就固體類嘅食物就冇咁易肚啦，因為我都唔係要學生，就係我會肚屙，跟住我就影響個表現。只要係都好濃厚嘅食物係冇問題嘅話，一啲濃質嘅食物咧喺呢邊有個電解質就好大嘅人氣嘅，咁然後人都要變到發病。試過啦，因為相對嘅自己做翻嗰種蛋白質，你咁啊食完就係冇咁多產嘅，佢哋相對其實多表現嘅。咁呢一個就係到時上面但係同而家係打嘅亞洲總嘅即係係話講嘅我出題咩？題咩問題唔係好難講，每人你用咩要嘅？係上上級啦。最後從上次都係今日用好可能發生出而家咁樣慢慢咁講，自己比賽識就比自己靚好多，仲特別好地鐵嘛，係咪可能發射嘅力量咧？唔係聽呀！咁睇出就變咗幾多個可以起大睇我成定係個人發我死人可能搞到個而係我成歷史之產生我嘅一萬歲係最再多4公斤嘅話，就會好影響表現啦，佢會抽筋啦。係咯。